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野村证券可以说是一炮，放了什么一炮？野村证券在他7月9号的一个研报里，他说，分析师力挺中国在下半年有的领域的需求会断崖式下跌，餐饮、房地产等多个领域需求将大幅减弱。可以说，野村的这个论调一出，一时惊起千层浪，让很多唱多的人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别有用心、危言耸听，必然会被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事实又一次打脸。有唱多的说，每逢中国经济关键节点，总有外资机构跳出来扮演先知，而其预测却屡屡沦为笑谈。细究这份报告，不仅方法漏洞百出，更是充斥着西方金融机构惯有的傲慢与偏见，其真实目的恐怕不在于客观分析，而在于制造市场恐慌情绪，为做空中国铺路。这些人是一点反对的声音都听不得的。我记得也曾经对中国的经济也是看多，并不是一直看空，但是一旦他对未来发展悲观的时候，就要遭到这些正能量、这些看多的人的痛斥。野村报告的核心论据之一是中国最新出台的厉行节约政策将重创餐饮业。这种论调暴露出对中国国情惊人的无知。说2013年8项规定实施时，西方媒体同样唱衰中国消费市场，但事实是中国餐饮业经过短暂调整后迅速转型升级，大众消费蓬勃发展。2014年到2019年，餐饮收入年均增长 9.7%， 远超 GDP 增速，这个就叫刻舟求剑。2013年是什么个形势？现在又是什么个形势？2013年出台8项规定，你可以说是促进餐饮业的结构调整，但是现在餐饮业实际上在没出台这个禁酒令之前，已经是苦不堪言。这个咱们节目也经常介绍，大家都能看到，也就是官方的数据也是充分说明这餐饮业在直线下滑。2024年北京的规模以上餐饮业都是赔钱，上海的这个豪华餐厅已经倒闭一半，这些数字都是官方数字。自从疫情以后，餐饮业就在走下坡路，不管是高档餐厅还是低档的，还是日常消费的，现在5星级饭店在外面摆摊，难道是摆着玩吗？这些人他不看这些，这些人只往网络上面找这种谁要说不好他就骂谁，仿佛大家一致说好经济就好了。说房地产领域的分析更显荒谬，野村无视中国政府保交楼取得的实质性进展，选择性放大个别房企风险。近年来全国保交楼项目交付率超过 90%， 重点房企债务重组稳步推进。当前房地产市场确实处于深度调整期，但这是主动挤压泡沫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经的阵痛。这个就是正能量的惯用的术语。总之，跌了的那都是低质量的，涨了的那都是高质量的。高质量标准在他嘴里面。中国政府工具箱里储备着丰富的调控手段，从降低首付比例到优化限购政策，从城中村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建设，政策空间远大于多数发达国家。将必要的行业出清等同于系统性危机，这种非黑即白的判断标准，反映出西方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治理逻辑的严重误读。野村预测中国 GDP 增速将从上半年 5.1% 降至下半年 4%， 这一数字游戏毫无技术含量。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季度波动特征，上半年往往受春节等因素影响，增速较高。更重要的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4% 增速仍属亮眼表现。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员，回顾过去10年，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先后10余次预言中国经济硬着陆，结果全部落空。看样子什么叫硬着陆？这些正能量有自己的标准，哪怕都失业，哪怕都没饭吃，他也不认为那叫硬着陆。哪怕那个按揭贷款都还不起，不要紧，只要嘴还在，那就是有希望，对吧？嘴是最好的武器。这些机构之所以屡错屡犯，
根本原因在于其思维困在3个认知陷阱中：一是将市场经济教条化，无法理解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二是将短期波动绝对化，忽视中国经济的长期韧性；三是戴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把每个调控政策都曲解为危机信号。当前中国经济确实面临需求不足的挑战，但这是全球后疫情时代共性问题。好像美国没有需求不足这一说吧？美国现在还是过热啊，要不然那个美联储死活不降息呢？怎么张口就来什么共性问题？谁跟你共性？连俄爹天天打仗，他的号称是这个越打越有钱 ，GDP 增速也是4%，而且最主要人家需求旺盛，啥都缺，啥都要买。这些正能量就不容别人批评，不容别人指出隐患的。你只要说不同的意见，说这个经济有问题，他马上就要痛斥。实际上，这个经济搞不好，跟这些人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他要把所有人的眼睛给蒙上，把眼睛蒙上还不行，因为眼睛蒙上之后，你还在那哇啦哇啦的，老是问到哪儿了，我怎么感觉在倒退，是吧？本来把眼睛蒙上以后就没事了，你看不见你不怕，一心跟着什么走，就迈向光明的什么明天。现在蒙着眼睛不行，还把嘴给蒙上，因为你老是在那叫，老是问到哪儿了，嘴也堵上就好了。他看不到消费在降级，他嘴上不相信，但是他自己他花钱吗？他拿多少钱一个月？他又说房地产稳住了，那你怎么不去买房？多买2套啊！现在都不限购，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买，现在底部了，马上就要回暖，就要反弹，就要涨啊！不买，那你消费，你电脑、笔记本赶紧换了，手机换，汽车换，他不换，为什么？工资3500，怎么换？但是他就是正能量，他就认为经济要好，有的恐怕失业了，在出租屋里，在地下室里面。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在那儿喊好，一切都是刚刚好，稳中向好。哪怕他走出去，多留心，多观察一下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也能得出一些结论。但是他就要从宏大叙事中找到一种快感。当然了，这些外资机构屡屡错判中国经济，这也是事实。你比如高盛，一会儿是 L 型下跌 ，L 型复苏，一会儿又是外资大力买入什么中国资产，所以说咱们说这个现象不是说外资机构全对，我们说的是什么？有一些正能量，所谓的正能量，它不能容忍别人说不好，不能容忍别人指出缺点，指出这个隐忧。你只要说缺点，你只要说隐忧，你别有用心，你就要搞垮经济，你就是什么带路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印象？这就是现象，大家去通过现象去分析。在房地产行业里面，有2个人可以说是叫全身而退。哪2个人？一个就是李超人，一个是潘石屹。那潘石屹没搞烂尾楼吧？潘石屹留下了一个什么 SOHO 现代中国，人家什么时候走的？李超人呢？什么时候退出？哎，这2个人人家没搞烂尾楼，人家也没搞个大窟窿让这个大头去填，人家是赚了钱，但是赚的是干干净净的。但是你看，在网上这2个人被骂的那个惨，比许老板严重的多吧？这就是劣币逐良币，这就是网上的这个现象。就做得好的反而挨骂，那些搞了一大堆烂尾楼的，现在在维权的，哭爹喊娘的，在那哭穷的那些罪魁祸首，比如许老板，比如这个孙老板，反而没什么人骂他。那很多人对他感激不尽呢。最近融创孙老板出来说了。融创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你看下面那些正能量小粉小红，又是一顿激动，还要感谢他呢。所以说这个就引起我们深思，到底是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就为什么李超人和潘石屹却招人恨？他没有给社会造下什么实际的苦难，那比那个新世界总比什么英皇集团要好，为什么招人恨？我们再看最近房地产的专家孟晓苏好像又有这个观点，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是凤凰网财经报道的，说孟晓苏发表一篇文章，叫《日本楼市崩盘与20年低迷，政策失误与舆情失控的历史教训》。他是这么说的：这个1989年至1991年，日本社会在房价急剧上涨，形成房地产泡沫面前惊恐不安，主动刺破泡沫的主张占了上风。1991年起，
日本央行通过连续加息，触发了楼市崩盘。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又实施了加重税负、加速法拍等反向政策，与负面舆情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日本房地产从1991年起持续低迷了约22年，最低时东京房价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日本制造业也因此需求减退而陷入困境，股票市场长期处低谷，日本经济陷入失去了20年。说自2013年起，日本房价逐渐走出低迷，其触发点是安倍经济学、金融宽松政策以及东京申奥成功带来的建设需求。截至2025年，日本房价已连续上涨12年，推动日经指数连创新高，年轻人对经济发展建立了信心。研究日本的经验对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政策制定与舆情引导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的文章非常长，里面他建议减免房地产相关税收。孟小苏有4个方面建议。第一个是政策制定中的平衡艺术。什么叫平衡艺术？其实简单点说就是既要又要。所以你要听到这个就悬得很了。你怎么平衡？什么紧缩如刺激的时序平衡，防泡沫如保增长的动态平衡，中央统筹如地方灵活的权责平衡。尤其关键的是预期管理能力的提升，这个都是理想的，要求太高，就是既要又要，叫平衡。咱们还是比较适应叫矫枉过正，一刀切，叫大力出奇迹，重拳出击，带一点半军事化的这种管理方式。所以你要扯到什么平衡艺术，这个就悬得很了。第二个是舆情引导与预期管理，这个倒是的，预期管理，那这个不是一句话的事。他说，首先要避免污名化合理需求。他说，日本将购房者简单归为投机客或刚需两类，导致政策针对性不足。中国已经认可居民改善性需求的合理性，可以防止政策误伤正常消费。其次，要引导理性看待价格波动。说日本媒体在泡沫期渲染土地神话，崩盘后放大恐慌，加剧市场波动。中国应加强专业财经媒体报道的建设性导向，避免媒体上的情绪化叙事。第三个，他说系统性风险防范框架，主要是通过建立跨市场防火墙，就避免连锁反应。房地产这块一出事，就导致股市、债市、银行全部出事，火烧连营。那你要建隔离墙，房地产出事就在房地产这儿，火烧不到别的地方。第二个，要建立价格波动缓冲机制，设立区域性房价涨跌幅阈值，触发后自动启动调控工具，如调整交易税费、房贷首付比等。这个还是要调控房价，对吧？房价不能降得太快，降太快政府就干预，这种都是叫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这个咱们楼市低迷刚开始，恒大一暴雷之后，各个地方政府都是在保房价，不让房价下跌，有用吗？你不让它跌，那韭菜他有权利不买。第三个，要进行法拍房隔离安排，为避免日本边际定价问题，可对法拍房实施集中管理，或设置最低折扣率限制。你看，这还是人为调控。法拍房那都是大家竞价买，你设个最低价，人不买，你还能逼别人买吗？集中管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孟小苏的态度还是对房价已经干预，就不让它跌，简单的这意思。特别需要优化危机期间的税收政策。日本1992年加征地价税的教训表明，经济下行期增税可能加剧危机。这个说的主要是咱们这个房地产税。孟小苏的意思是，房地产税现在你千万不要出，也不要试点，暂缓，为市场减压。总之，还是想通过政府的手去调控房价，来让房地产稳住。这实践证明，这日本都失败了。日本人家不是一路调控吗？咱们叫消失了30年，或者消失了20年。那日本央行政府都没闲着，人家并没有无为而治，人家都是积极的安倍经济学，那这个什么一大堆的各种调控都上手段，最后还是30年嘛？为什么？它一定有它内在的这个规律，有几个现象。为什么是30年呢？你看看，一般的按揭贷款就是30年。日本那个房地产泡沫最高点破灭，到它现在稳住
30年，你就可以理解成30年正好在最高位接盘的这批人消化掉了，不管他是破产，还是通过自己努力慢慢还，还是其他的，总之这一批问题解决，这个伤疤过去了。第二个，有的人恐怕这个房子就给了下一代，他的财富正好代际转移嘛，这不是傅鹏说的吗？代际转移不仅资产转移了，负债也转移，这个恐怕也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叫优化组合，也调整掉了。为什么是30年？要用30年时间消化，你中间出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无非就是影响一会儿，这个影响它的下降的速度，影响它下降的节奏，是火烧连营，还是一个一个的烧，烧完这个再烧那个，还是一起烧，无非就这点区别。所以，如果要借鉴日本的经验，那我们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要奔着20年去，从2021年开始，那你就往2040年去想，问题自然解决了。该黄的就黄掉了，该抹的就抹掉了。我举个例子，这个是媒体报道说504万入手龙华商铺，法拍卖了77万。近日，深圳一宗法拍商铺成交，引发市场关注。该套法拍商铺7月4日成交，为龙华4号线白石龙站旁的一个商铺，面积大概在40平，成交总价77万。成交单价1.9万每平米。该商铺是2017年前业主作为新房预售购买，还是预售的时候他就买的，买入价是504万。2017年啊，正是高峰的时候。和法拍成交价相比，忽略房贷、租金这些支出收入，单从买入价款来讲，8年时间财富蒸发85%，亏了420万。叫九龙喜花园，本来是龙华这个叫曾经的帝王项目，怪不得能卖那么贵。它是当时的帝王，主要为住宅商业的业态，商业体量不小，总体量在3.7万平米。2017年这批在售的30到60平的商铺，单价在7万到20万每平，均价在10万每平，现在只有1.9万。你看，这就是504万买的，8年，现在77万被拍卖掉。这就是缩水，这个中间400多万谁承担呢？那就是第一个业主承担了，这泡沫就破掉了。最高点买房的这些人，如果他还要贷款，他很可能要破产。要么就是破产，要么就是什么，咬牙慢慢还30年。在这过程中，高点接盘的这些人，慢慢的就问题解决了，危机就度过去了，只能这样，要么就破产吗？为什么啊？你看这个21世纪财经报道7月10号的，他说广东已有大型银行在摸查与贷款中介的合作。近日，记者从金融业界获悉，在打击金融灰黑产的大背景之下，广东区域已有大型银行对多家贷款中介展开摸查，排摸合作情况，并要求分支机构反馈相关合作信息。不过，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近期大型银行在摸查与贷款中介的合作属于正常风控行为。有关人士表示，在监管指导下，过去几年，广东金融业不断加强合规建设，对业务营销和审批环节进行严格审查，持续整治各类灰黑产乱象，加强灰黑产的打击力度。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什么经营贷、按揭贷款，这些都是贷款中介活跃的领域，这里面就有很多黑色的。大家想象一下，在房地产高速增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按揭贷款是不好批的，申请上去之后1年才下来，不像现在你你交上去几个工作日就下来了。因为现在是求着你买房，是买方市场，楼市涨的时候，你要能顺利的把按揭贷款批下来，你就得找中介，所以这里面就形成了一个灰黑产。尤其是2015年棚改，2015年就涨价去库存，到2021年就是恒大暴雷，这么6年里面，银行的利息在涨，银行的贷款很难批，大部分房贷申请人收入证明材料恐怕都要作假。大家为了炒房子，对，明明是他已经2套房了，他还炒第3套房，他就用他爸的名字，他妈的，他父母都60岁了，是吧？或者他父母他没有工作，那怎么办？就他达不到按揭贷款这个条件，是不是？那就材料要作假。就你想象一下，尤其是金银贷也得作假啊。金银贷
贷款的主体公司流水、收入等等，这个都跟贷款中介有关系，都是他们的业务。有的还要完税证明，有的还交社保，对吧？2年、5年社保等等，这都要中介去帮忙。那在房价在涨的时候，这些风险都不怕，因为那房子押给银行了，你到时候还不起，那房子涨了，你这300万现在涨到600万了，银行它不怕。所以你不要以为银行不知道这个中介搞的这个材料是假的，那银行都知道，他只是不管，因为它风险可控。毕竟按揭贷款是最优质的资产。但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房价在跌，你这拿虚假材料来贷款的风险就暴露了，他真不还，把房子丢给你银行。你想想那个经营贷是干什么用的？谁还真去拿经营贷去经营？不都是去炒房子去了吗？如果这一块一收，那很多拿经营贷炒房的现在是惨了。贷款可以收回，但贷款收回那就相当于抽贷，就抽贷这些人不就只能破产吗？所以最近网上在流传，马上要召开一个高级别的会议，通过这个会要出什么大招，能把楼市给稳住，甚至楼市还要涨。我觉得这个想法太过于简单，所谓的大招恐怕就是不外乎眼罩和口罩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